好，我们下面正道，我们交给陈牧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恳求你的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从这一段难以明白的经文当中，我们能够学到真正的意义，也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路加笔下的耶稣是非常擅长于机会教育的良师，在路加福音第9章51节到19章28节，就讲到耶稣同门徒从加利利迈向耶路撒冷，他遇到各式各样的人，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但是这都成为耶稣基督教导的良机。我们在上主日的时候，我们提到耶稣在法利赛人的家中坐席，他就讲述了做客跟宴客之道。接着呢，有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10章15节到24节，耶稣最后做一个结论，就讲到一个大宴席被拒的比喻。因为这段经文跟马太福音大宴席的比喻，马太22章1到14节几乎都略似，所以我们这一年我们就把它跳过去，我们就直接读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经文一开始就从宴会把焦点转移到有极多的人与耶稣同行，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状况，跟大宴会的比喻截然不同，但是关系密切。大宴会的比喻讲述许多的人用各种借口拒绝天国的宴会，而目前的经文强调陪伴耶稣与耶稣同行的群众真的是成千上万，他们乐意来跟随耶稣，这是一个极鲜明的对比。这么多人慕名而至，有的被耶稣的教导所触动，有的被耶稣的神迹所折服。他们认为耶稣就是救主，跟随他就没有错，生活就有保障，会得到赐福。面对这些满腔热血的群众，耶稣提醒他们做门徒之道。他讲了2句话，让那些人真的匪夷所思，而且简直是浇他们冷水。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恼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原文是恼恨中文和合本不好意思翻，中文的和合本直接把真正的意思翻出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的。然后呢，接着耶稣就讲了2个比喻，是建造一座楼跟同敌对国王交战。他其实在这里对于那些拥挤来跟随他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消灭一切的幻想、幻梦跟幻觉。你跟着我做门徒，我现在是要去哪里？群众都以为耶稣基督要去耶路撒冷登基做王，马上成为一个政治的弥赛亚，成为一个经济的弥赛亚，成为宗教的弥赛亚，耀武扬威，赶走罗马帝国，马上成为犹太人的革命。可是耶稣却真正告诉他们说：我去是要背十字架，你们呢也要跟着我一样背起你们自己的十字架。好，所以我们下面来了解这段经文真正的意思。我们来看第26节。26节，耶稣要他们弃绝家庭关系。耶稣不但没有欣赏跟鼓励这些群众，还在泼冷水。既然告诉同行的群众说：你们单单跟着我，并非就是我的门徒。人到我这里来，要恼恨。这个恼恨实在用词实在太尖锐了。他说，做门徒的第一要件就是要排除万难，把跟随耶稣的目标
至于一切之上。哎呀，我以前还没有信主读这一段圣经我就非常火大，因为耶稣用话十分的尖锐，而且咄咄逼人，让人匪夷所思。这不但不合我们的伦理令人难以接受。为什么一定要跟自己挚爱的亲人翻脸，才有资格跟耶稣呢？这个，我告诉大家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成语要翻成英文很难翻，有很多的闽南语的用语要翻成国语，非常难翻，同意吗？譬如说慢慢来我们的国语就只有慢慢来，台语说慢慢来、看看来、倒倒来、溜溜来、顺顺来，每一个都不一样。台语那个饭做过了以后重新做来饭来腾腾的、溜溜的、肥肥的、脆脆的，你国语怎么翻啊？因为这个特殊的文化所以那个闪族的语言。那个鲜明活跳的语言要翻成华语，那更难了。这是闪族一种鲜明生动的夸张说法。我举个例子，大卫有没有说我作为以眼泪为我的食物，我的眼泪流下去，把我的船都飘起来？有没有这句话？我们说大卫的眼泪像水管一样，把他船部飘起来，在上面划船，对不对？那个都是夸张的用法那我们对夸张的用法我们其实华语也习以为常了。譬如说烽火连三月，其实是天宝之年，是打了14年了。家书抵万金，真的家书拿来就换了1万个金子要看，那都形容的宝贵好，所以在这里其实在讲说你要跟随耶稣的绝对性，即使最亲密的家庭的联系也不应该成为你的阻碍。原文的恼恨指的是什么？我们不要搞错了，其实指的是价值判断，没有自私或者违背爱心的意思。意思是说比价值了解吗？比价值所以家书可以变成万金，1万个金子要换我的家书我都不要了，真的不要吗？跟他换1000两他就要了，是在讲的是宝贵的意思。所以耶稣要求门徒绝对的忠诚，对任何人的爱都是次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要弃绝一切。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最亲近、最钟爱的那一些人，我们要胜过他。但是这样讲我们还是没办法消除我们对这句话的反感，因为当时的社会认为孝敬父母是最崇高的责任。同意吗？百善孝为先，对不对？这个家是我们最大的安全、尊荣跟快乐。尊荣是当时第1世纪地中海最崇高的价值观，而且尊荣是根植于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我从我的父母秉承的那个尊荣，而且我有责任跟我的亲人共同维护家庭的荣誉。所以犹太的经师说，你们要尊重我，要爱戴我。可是你爱我，再怎么爱我，都不能超越对上帝。对上帝专一的爱，只有上帝才能够公开要求。所以这是《申命记》6章4到5节。好，所以耶稣叫人恼恨自己的家人亲属，这句话其实好像是一个震撼弹。这句话出自于路加福音，更是匪夷所思。因为路加福音是强调上帝的慈爱、无条件的爱，并且爱及社会边缘人、最弱势的都这么爱，甚至于当时被看不起的女人，上帝也这么爱。既然这么爱的上帝，怎么会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讲出这种话呢？好，到底怎么一回事？好，原来圣经上所谓爱跟恨，强调的是用行动来表明归属跟脱离，这样了解吗？我们把这句话讲来，这耶稣的话的意思是说，你们要很清楚的认定
你们是归属于我的，而不是把你的家庭成为你的枷锁。不是，你要先领受我的爱，你才能够用我那无条件的爱爱你的家人。这个意思啊。可是说法却让我们觉得，怎么这样说法呢？耶稣怎么了？可是翻圣经的人又不能，只能照圣经这样翻。那个如果没有了背景，就好。我举个例子哦，譬如说《创世纪》29章提到那个利亚，那个雅各的那个第一个妻子利亚失宠。好，《申命记》21章说到，21章15节说到你所厌恶的妻子，用的动词的希伯来人都是显怒啊，就是恼恨。耶稣叫我们恼恨家人，不是我们真的恨家人，而是说我不再以家人为第一优先的效忠的对象，而是我的爱要超越，了解吗？这个呢就很像创世纪第2章哦，讲到第3章对，第2章对，讲到因此人要离开父母，有没有？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那个离开我们也受不了啊！基督教怎么叫人家要结婚就要离开父母？我们台湾的文化是北塞昂亲摸亲，北部掐爬拎，对不对？怎么那个昂亲摸亲，按照北部在那边掐爬拎？这不对啊！其实那个意思是什么？减掉几代做大人呐、现在我们都懂了啦。现在有没有很多妈宝？有没有阿公阿囝？还赖在家里就是这样子。然后他说：“我为什么要去外面工作？”我以前在台北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说，对她孩子讲说：“你干嘛去外面工作啊？丢脸的3万块，老娘给你5万块，不要做了啦，看人家脸色，养人鼻息，5万块给你。”好，我们都劝她说：“你这样做不对呀、那是我的儿子，我给他为什么不够？”还有一个妈妈也是好过分，她儿子领5万，薪水5万啊！她说：“你那什么钱呐、老妈再给你7万。”再给他一个 BMW 的车子，然后你搬出去，给他租，才领5万，他租个房子要3万5，然后开 BMW 的车子，那个妈宝哦，那个妈宝。好，所以耶稣呢，叫我们恼恨家人的意思，不是恼恨家人，是以家人为我生命中的第2优先，第一优先是上帝。我如果没有从上帝里领受上帝无条件的爱，我没办法爱下去我的儿女，了解吗？譬如说以弗所书5章22节，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喜欢用这个经节嘛，对不对？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其实这一节的前提是5章21节，你们当以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前提在这里的。不然的话，我们的文化是只有单向的呢。君要臣死，怎么样？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你老妈叫你孔雀东南飞，那你太太只好乌龟西北爬。这是荒谬嘛？了解吧？那全部听父母的，没有处理性。最近我赖了几篇文章给人家，那个孩子在主体意识建立的时候，对家庭、对个人、对父母最反叛的，将来年纪大了以后，对父母最孝敬，而且在这个社会的适应能力更强。这是美国最后研究出来的。人家赖给我，就赖给几个朋友。而那个在家里最乖的恐惧被保护过度了，出去这个社会没办法适应。OK。好，耶稣基督这样讲，我们了解了吗？了解的意思，我们再来看背着十字架跟随他27节。接着，耶稣提出第2个条件，十分明确：凡不背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背十字架这句话变成成语，最早用的是吴敦义先生，他在台大的时候写出《台大人的十字架》，轰动啊！被当时有一个人叫蒋经国先生就特别召见了，然后他从此以后成为当红炸子鸡25岁当台北市议员，27岁当台北市党部的主委，这个讲话口语都很漂亮，所以这句话变成成语，意思是说我们要忍受生活的苦难跟严重的考验，而去承担起责任跟使命。对不对？所以好多人
他写出来以后，还有人就写了冯甲人的十字架，什么什么郑大人的十字架，什么一大堆十字架。好，其实真正意思是这样子：耶稣正迈向耶路撒冷，他十分清楚在那里要发生的事，所以要跟随耶稣，就准备好跟他一起经历背十字架到加略山，那个地方叫加略山呐、加略山或者哥哥他啊，一个是亚兰文，一个是拉丁文。到加略山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悲惨处日的死亡。所以背十字架的意思不是把整个十字架背着，是指背那个横木啊，那个竹的直的已经放在那里了，背着那个横木，然后呢一路走的时候，群众就冷嘲热讽，吐痰泼粪，因为凡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就在群众在把你斗臭，然后呢，最后在那里被钉死。难道我们跟随耶稣，一定要接受那些颠覆分子的刑具吗？落得这样的下场，才配做耶稣的门徒吗？我相信没有人愿意选择这样的命运的，对不对？叛乱。那时候，十架的意思就是非罗马公民旗，而对罗马政府叛乱的，才有资格被钉十字架。好，所以耶稣基督讲的意思，他的重点不只在十架，而是跟着耶稣后面走，让耶稣做主、做师尊，跟着他后面，仔细看耶稣所面对的一切，学习他的态度，分担耶稣的命运。对基督徒而言，跟随基督跟背十字架都是表明绝对的奉献，甚至于不惜舍命。但是我们要背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要跟随的是耶稣基督这个人。所以在当时普遍重视家族名誉的社会，耶稣的挑战是显然很严峻，因为有钱有势的人要做耶稣的门徒，就付出沉重的代价，冒着被逐出家门、六亲不认、断绝资源、难以立足。保罗就这样。保罗其实有结婚啊，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没有结婚不能当法利赛人，所以保罗一结婚当法利赛人，而且成为犹太人70个议会里面的议员呢，这么优秀的这么而且他这个人学了希伯来大学跟大树大学的2个博士呢，人家是学贯中西，他是学贯两西呢，希伯来跟希腊呢，而且又有证照呢。这么优秀的人，在大马士革遇到耶稣的时候，回到大树被驱逐出门，家人都不要他，所以他只好跑到阿拉伯旷野，在那里呢。所以这个是背景。所以好，耶稣讲完这2个，我们了解那个意思以后，第2个意思就是叫我们绝对的奉献。好，这2个比喻呢，再接着耶稣讲了2个简短的比喻。这2个比喻是路加福音独有的。首先是建筑的比喻，他说：“你们哪一个人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那个故事的大楼大概是指着葡萄园呐，葡萄园上面要盖一个罗塔来监视盗劫，防止偷盗。那半途而废的建筑物就沦为笑柄，是丢人现眼的。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要深谋远虑，做事情要会仔细规划盘算。所以台湾人认为那个女人最优秀的妇女，最好做媳妇的就是什么？就是也要怕省，跟也要欢乐啦。很会规划。欢乐就是会把那些佣人怎么叫他们做好了，要怕省，要欢乐。而且这个女人要监工车，不能300车。监工车听懂吗？特别听不懂，监工掐就是他这个人爱这掐杂不？掐的意思就是非常有主理性，不会人云亦云，会很坚持美好的东西，但是呢，他都精打细算，是为了家庭。300掐就是从众人格啦。这300的那好，人家要什么呢？好，这是迎合别人呐。不是，这是好好把家顾得好，这种观念。好。
深谋远虑，第二个是不打没有的把握的仗。这个两国交战都要评估实力，如果发现毫无胜算，不如先行求和，免得彻底被歼灭。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什么？讲的意思是一个要建塔的人哦，跟开战的国王都来头不小呢，都是有权有势的，同意吗？你要家里要有好大的葡萄园，大到一个地步才需要建塔嘛。所以这些人要跟随耶稣，这么有来头的人要跟随耶稣，请问他如果不能舍弃那尊荣地位、特权跟社交网络，而他跟随耶稣，那不是很惨吗？不但被人耻笑，而且更名誉扫地。所以这个比喻在提示我们，不管世俗怎么筹算，谁都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换取在上帝的家庭中的新地位。事实的网络都不足以衡量上帝子女的身价。其实他在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些人成为上帝的儿女，其实比这世界的各种的更尊荣。做耶稣的门徒，那个标准就是这样。好，这两个比喻使我们决定要舍弃一切跟随耶稣，要先的反省。我真的不要抱幻想，以为我信耶稣以后，我的祷告就怎么样？哇，就是满堂彩，阿门之声彼起彼落。然后呢，我祷告完了，哇，事情就这样成就了。不是这样子的。好，结语33节，他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这里把前面的条件做一个呼吁。这个条件33节就讲到舍弃一切，这是路加常常强调的。乍听之下，这个条件好苛刻，什么都要放弃，这个人变成没亲没家、没东没牌，对不对？还要背十字架。其实，耶稣基督每次告诉我们，那些外表好像严苛的条件，其实都是上帝化妆的赐福。为什么？因为这些痛苦的割舍，其实是锤炼跟提升，把地上的宝藏转成天上的宝藏，那是永存的。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在地上所承受的苦楚，是自战自亲的苦楚；要承受的荣耀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其实这是个淬炼。何况慈爱的上帝特别高举贫困的人，所以从宝座高座推下有权势的人，把本家有限的快乐幸福换成天国无限的福乐。我们就要回过来，如果我的家人坚持反对我信耶稣，坚持反对我娶基督徒，坚持反对我从事福音的工作，请问会有什么结果？哎呀，那个冲突太大了，对不对？我上次有讲过，我婚礼的时候，我老妈是这样子。那从头到尾呢，都这样呢，好像是干什么婚礼？但是男方主人中间，爸爸是这样，或者是什么样子啊？我是那个照相所有人跟他问他都不理人家，这个样子，他觉得说，为什么儿子被你们骗去了？还有去跟基督教办婚礼我爸爸就说了，说囡仔读大学没用，大学读不好，中学中不好。小学修不好，不读册上又好，请问这样对吗？等到他年纪大了以后，他就会体验到我真正用上帝的爱来爱他们，接纳他们。那我用上帝的爱来教导我们的儿女，以后他就很以我们的家庭为尊荣。你如果说好了，迎合你呢，什么都不要了。结果呢，我什么都不要，你就很不割舍的时候，你后面带来的就没有后面的尊荣。所以，我们来反省，舍家舍己
就是不使家人变成家人，那个枷锁的枷啦。耶稣基督讲话都喜欢讲那个背理的，就是 paradox， 这个怎么翻译啊？吊诡性的啦或者似非而是的。我们希望是富有，我们希望是强势，结果耶稣却要我们贫穷弱势。我们把亲情、夫妻的情缘视为至上，而耶稣说要我们怎么样舍弃，为了天国。那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跟正家人有冲突，我们爱家庭跟爱耶稣有冲突的时候，我们选择爱耶稣。这样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真正原因我刚才有讲过了，为什么？因为门徒之道不是满腔热血，而要懂得冷静抽离，不然的话，我们跟我们家人的关系会枯竭。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当作神明来拜，或者把我们的父母当作神明来拜。耶稣要我们爱邻舍，如同爱上帝，要我们透过具体的行动来表达上帝的爱。不过，我们往往本末倒置，因爱成爱，因为爱而成为阻碍，让我们的儿女没有办法成长。我们对儿女是操控，对我们的配偶的爱是操控，然后催逼、束缚，使我们越亲密，就使他们越被捆绑。这样子的话，使他们成为我自己生命的绝对，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把我们的家人变成我们的命根，失去他们就失去一切，就很难过。那不断对催逼跟操控，使他们失去自由，变成自己所拥有的，他们就失去了主体性跟独立性。其实我们要承认，我们人间的爱是不足的，我们需要调整关系。这个调整关系，我做个比喻很像交响乐团要演奏以前，第一小提琴手说：“来，把音拉出来。”所有人都乐器都调。如果没有把上帝摆在第一位，先调好音，个人各有一把号，各吹各得调。真的，我们都把我们的期望投射在我们的儿女，会生你惊心，会生你惊心呐，没生你惊心嘛，同意吗？你能够生儿女的身体，你没办法生他的心呐。你要操控、要掌控的话，儿女之间跟你就反目成仇。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我们要脱离，我们只不过是儿女、妻子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我们只不过是儿女，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只不过是管家。OK， 好，这两个比喻呢，我们来想一下，我们来反省，谁要建楼台，先预算；谁要出兵打仗，先衡量军力。耶稣不要那些跟随他的人一时冲动，真相未明了就去。好，任何人到主这里来，都要撇下。其实耶稣基督讲这两个比喻，不是要恐吓我们，然后使我们放弃做主门徒，而是要补充说明。来，请问盖楼房的人，他既然有这么大的地了，只缺一点，他可不可以不盖？可以啊。不盖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后面那个敌国要打来了，我可不可以说不打？我不跟你玩了？不行啊，一定要求和了。所以有一个是我能掌控的，一个是我不能掌控的。好，耶稣讲这两个比喻的意思是说，你坐下来计算看看，你到底能不能付代价来跟随我？这是你能够掌控的，你自己能够掌控的。第二个比喻是说，坐下来计算看看，你可不可以承担拒绝我要求的后果？能了解吗？这两个要这样子，所以聪明一点的人就是这两个就知道怎么做了。讲完这个比喻，耶稣基督做的结论让我们吃惊：无论什么人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主的门徒。建塔要有足够的资金，打仗要有庞大的军队。而耶稣基督的门徒叫我们舍弃一切，
这两个比喻好像是聚焦在预算跟计划，但是细读经文，经文其实告诉我们，我们的预算是算不清的，计划是充满着未知数的。谁跟随耶稣，就要超过自己的父母。所以，与其说预算计划，不如说这是一个冒险。所以耶稣在跟我们挑战，说你们可不可以冒险听我的话？当你跟随我、听我的话的时候，跟随耶稣是个艰巨的事情。这从人看来这是一盘赤字预算嘛，对不对？踏上这条路，这简直是愚蠢跟糊涂。这是人的看法，怎么办？难道我们因为资金不足而放弃吗？因为不敌对方而投降吗？当然不是。答案是要我们信赖上帝，他能够赐下智慧，他能够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其实在告诉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跟他走过耶路撒冷十字架道路。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最后十字架后面是什么？是复活。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然后继续跟着基督到天上，享受无比永远天父的荣耀。所以不要怕，多忍耐，上帝是信实的，会眷顾我们。这里讲的是这个真理。好，那要做成耶稣基督的门徒，要做到底要怎么做呢？讲了这么多，我们觉得怎么办？来，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如何做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好，是上帝使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哦，是上帝透过教会的施洗，也透过教会的教导上帝的道，成为门徒。所以在洗礼中，上帝就使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是与主一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死就撇下一切，同埋葬。所以在洗礼中，我们就舍命了，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主。我们弃绝魔鬼和魔鬼的作为，我们信。所以今天的经文虽然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罪人是做不到，没有办法符合条件，但你根本不可能，你我不可能，但在上帝却是凡事都能。上帝已经做了，借着洗礼跟借着他的道，使你我可以成为上帝的门徒。所以当我们一接受洗礼的时候，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永生，这些都已经成就的事实。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出、要活出、要行出基督门徒所应该做的。所以我们每一天对我们来说都是征战。我们跟我们家人会有冲突，而且跟我们自己也会冲突。我所愿意的，我却做不到；我所不愿意，却做出来。我在基督里面的新我，跟我里面的老我跟老我一起冲突。所以在这里叫我们爱上帝胜过一切，包括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每一天洗礼的人是一次就完成的事情，但是成为耶稣的门徒是永远的。就好像我们参加婚礼，不是参加婚礼，你进入婚礼是一次的，但是所做的誓约是一生之久的。所以我们很软弱，常常当做了未做，但我们继续努力，上帝会帮助我们。耶稣基督绝不会撇下我们，耶稣基督是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就好像一个开车的人，请问车况多好，路多平，请问有没有人敢不敢把韩多路锁死？韩多锁死，然后就这边只加油而已，然后一路开，从高雄开到台北，有没有可能啊？不可能啦！风一吹，车子一过就会偏了嘛。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微调嘛。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耶稣肯定会帮助我们，借着他的道跟他的圣餐，不断的坚固我们。我们在这世上虽然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但是上帝不断赐下力量，赐下智慧，使我们每天打属灵的仗，每天努力，而且每天都有进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成就。所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以耶稣说，背十字架、舍弃一切，都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主去领受神的话语，去神的恩典。我再举个例子，譬如说，我们要接纳我们的儿女，
怎么接纳？好多父母跟我讲说，我们夫妻都不是这样子，怎么生了这样的儿女呢？我就跟他讲说，像你的话，大概是受基因影响；如果像邻居，可能受环境影响。你的孩子又不像邻居。其实做父母的，我们都有我们的阴暗面，而且我们的阴暗面在我们的儿女身上，你怎么接纳他？你怎么接纳？你一不接纳呢？对不起，你一不接纳儿女，你就没办法帮助儿女发展。接纳在发展之先，你要喜悦你的儿女，你才能够跟儿女建立美好的关系嘛，对不对？喜悦在关系之前嘛。你要建立好美好的关系，你才可以教育儿女嘛。关系在教导之先嘛，同意吗？关系在管教之先嘛。你自己要活出榜样，你才可以教导儿女嘛。哇，那这些每一个都很难做，哪一个做得到？耶稣基督做到。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我们，喜悦我们。我们再怎么不行，耶稣基督说：“我爱你，我永远的爱你。”我们觉得我不行，那你放弃我算了吧。耶稣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说我不行了，这条路我走不下去了。耶稣说：“我要你许多的儿女进荣耀里去，你就是荣耀的那一位。我爱你。”我们说我不行啊，了解吗？这就是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当我们领受了这个爱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儿女的什么整个才能够调整啊。所以耶稣基督要我们把它放在首位，要我们学习他，要我们领受他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的家人，来爱我们周遭的这个关系才恢复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会友，都能够跟随主耶稣，爱耶稣胜过一切。主啊，恩待我们，帮助我们的每一个会友，都愿意爱耶稣在万有之上，恳切的祈祷，热心的参与服事，领受耶稣为真理做见证的勇气跟胆量，能够活出见证。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